你以為心情唔好只係壓力大，可能係身體同你講激素唔夠啦。40歲後嘅男人情緒持續低落，好大機會同睾酮下降有關。唔係你軟弱，係身體真係變咗。明明事業穩定，家庭美滿，但就係成日冇精神，對乜都冇興趣，夜晚又瞓唔好，朝早起身特別攰，甚至乎係性慾明顯下降啦，做運動咧好快冇力啦，飯後特別眼瞓啦，有啲人連身高都縮咗少少啦。你可能會話係咪自己老啦？其實唔止係你一個咧，啲都係身體發出嘅健康信號咧。醫學上叫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，講白啲咧就係男性更年期。男人一樣有更年期，通常40歲之後開始，體內睾酮水平開始跌。睾酮呢隻激素唔單止影響性功能，仲會影響情緒、精力、肌肉、骨質同埋腦部運作。當佢唔夠，身體就會出現連鎖反應，情緒低落，容易焦慮，成日覺得無力，記性變差。正常睾酮水平唔應該低過10.4，但係肥胖、熬夜、缺乏運動都會加速佢下降。就好似一部電話，電池開始老化，你唔充電，佢就會越嚟越快冇電。可以點做？首先係用國際通用嘅 ADAM 量表自測，10條問題入邊有3條以上符合，就建議去醫院驗血。然後由生活習慣入手，控制體重。肥胖係睾酮下降嘅主要原因。每星期最少3次中等強度運動，例如快步行或者游水。保證充足睡眠，減少熬夜，飲食均衡，多攝取鋅同維他命 D。如果確診缺乏，醫生可能會建議補充睾酮，喺專業指導下合理補充係安全有效嘅。通常3至6個月就會見到情緒同埋精力明顯改善。記住，40歲唔係下坡路嘅開始，而係重新關注健康嘅信號。由了解自己身體變化開始，主動應對，你依然可以活出充沛同自信嘅人生。